主厨好时刻，来看今边阿斌哥讲做乜个好生的面头料理。哎，那个椒盐四季豆臭豆腐。椒盐四季豆臭豆腐。哎哟，面头同臭豆腐夾咁好。係啊，等下再拿臭豆腐啊，臭豆腐先都要先切過，哦，切得細細地。嘅啊。係，等下破個，破半啲叉叉。臭豆腐原來那給那個慶初慶後生嘛。其實看，我講了，第一咧，叫臭豆腐啊，用乜嘅東西來做。你講一般啊，會用咧薯條。薯件啊，薯條咧都來做，啊冇是係用咧水果啊。水果。水果啊，皮發酵。但其實我變下你米湯。所以變下你。不過用水果沒下你米湯，用薯件沒下你米湯。只俾你發酵咧米湯。哦吼。你沒當奇怪哈，好家唔使變個粗體嚟，那走落時候。係啊。咁當我原來嚟到台灣，譬如個米湯唔咁食啦。係啊，凍多東西啊，你凍好嘅東西，其實個唔敢食。因為咧，豬血糕啊，咧。係，佢唔敢。我日本朋友來台灣哦，去到個便利商店地方，去到個茶葉蛋嘅米湯就都唔掉。係啊。你講緊米湯按定嘅。你話係啊，人哋便利商店地方就買個米湯就茶葉蛋，你突然就攞一鑊就到邊。係啊。習慣啦，佢哋講呢個東西，米湯按奇怪，其實佢哋唔係食爛啊。叫做習慣嘅米湯。哦，咁啲材料係乜啊？麵條、豬豆腐、蒜頭咧，這位蒜苗。好。蒜頭等下切一地一地。切片啊？蒜片啊？蒜片。係冇明，你破到叉叉。哦。呢兩菜要做要凍茶飯。哦，凍好，凍好棒。係啊，我嗰時幫住咩茶飯嘛，萬一哪有茶飯啦，是最幾好嘅。我靠，要差唔多咯。先炸豆腐。豆腐先不用而已。過碗炸啊！哦，臭豆腐味都出來。叫它上嘅時間，冇感覺啊。好好些先。係啊。哎呦，凍潮啊！凍從來都亞視嘅感覺。入邊都有辣椒嚟配色。你見唔知啊？唔知咧。蒜苗。哦，這個太屌呀！你豆腐要注意哦。吧，所以不你泡到讓你糟糟炒。我炒到熟熟啊你哦，規則嘅熟熟冇樣呢哦。不應該。你等下哦，冇泡辣哦，等下一下子硬的嘞。切了是冇切。你個豆腐哦凍到水啊。臭豆腐也現在都難買到。其實都一般的咧，市場啊、超市啊，咧都青菜都買到啦。超市嘛有啊？有啦，我是青啊買臭豆腐嘅啊。買嘅嘛，你不係買呢？冇有。你唔是泡是買呢，還好菜。好多人金黃色，一下再金黃色下再加薯條嘅。呢啲地步啊，你都會控到水啊。有冇女婆？冇吧？我一點不用料到。蒜呢啊，辣椒
哦，一平遐头其实等下个油啊倒下去，高压做的咧。哦，哇，酸条可以泡，生海泡。调咁咪平下去。嗯。哦，有水哦。哦。哦。哦，瓜希啊，种好的吼。嘿，你看，你啊，甚至摸下去炸，你看，一油烧烧冲下去，先看梅头，酸条的梅头来椒的梅头是落来。遐是咱用到了胡椒粉，拍的哦，嘿，拍的胡椒粉。无见多有水哦。有燃，好，用到燃。啊，黑椒里面用到。个弄啊做，好好的凤片，哦，搅搅有茶盘，棒酒。你讲的棒酒啊，嘛个啊，味道好冲的，诶，做得变到调油，调油，诶，调到，哦，你就滴滴调油，哦。那这中盘，搅搅做得嘞。哇，煮出来真嘅又香又臭，又爱又恨啊！阿边个来讲一下哎，菜名系乜嘅？椒盐四季臭豆腐。很多臭豆腐也是香豆腐，大家听着吃吃看哦。椒盐四季臭豆腐，辣椒的蒜苗切幼幼的，面头切节节的，蒜头切片片的准皮。填猪豆腐萝卜炒到金黄色以后，再填冰蒜头、面头。填辣椒的蒜苗，并去走落烘，再填炸好油，淋落去，然后腌到的胡椒粉、盐、胡椒粒的，调油调一下，安尼好食的料理就做好咯。